乾呐、乾坤的乾。先后天皆同，其他则异，而次序有先后天之殊，故决卦中时，在干前后乾呐、先天方圆土之序，以决次乾；杂卦传序，以决先乾。皆因决之象进乎前，进则未前，退则未决。而干之变必由决而后终，其气必至决而复始。故杂卦中于决，即以干之在后也。乾呐、乾坤的乾。未始至终，数十环抱救地球了。未终复始。卦气不息，则卦序必循环无尽。故一年之气，亦大终于决。决者决也，快也，快且决。数甚讲述，二周一之用，在乎人之臣，不必以利，如周易之序。故谓周时太古所思，而太古所用，兼及连规，不限文王之意也，则可知易之为用。不以序未现，但有事序，即有事变，有事变，即有事用。伏羲之意，有伏羲之用；文王之意，有文王之用。夫以合二者而作杂卦序，即夫子之意，亦有夫子之用也。推之连山之意，有连山之用；归藏之意，有归藏之用；八宫之意，有八宫纳甲之用；岁相之意，有六日七分之用。分而言之，各有其用；合而通之，则易之用。广不包，变无可穷。而能通之为易者，则能见天德之心，斯非圣之不可也。就其最简易者，则但之易，审其象，参其数，列其图，而合其先后天，明其辞而言之经与传，则亦可以的易之用。故易之种类虽众，精其一者，能通其余；若易而未精，虽多悉易，目迷于象数之意，手淫于图表之繁，能计其粗，而移其精，逐其物，而忘其神，则未易百年，曾不得一道之一二。此后世有扫象之说也。夫易之本在象，而扫之，将何以见易？岂非以世人之持于外，而于其内，求其末，而弃其本于？
故传所举者，有各地之力。要吃素啦，要吃素啦，提倡吃素啦啊！素食环保救地球，提倡吃素啦啊！为中医之福，而领一道之大业。故读经则专闻往之志，虽伏羲之序不列，独传则必广搜各地之图，而不限于一种。此讲一时必旁及各序也。人或以其言之杂，不知正与其杂也。素食环保救地球，黄新冠肺炎。黄新冠肺炎。素食环保救地球啦！提倡素食啊，素食环保救地球。